最后一堂课呢，是我们的义宣单位的女讲师，她是在我们国乐队的一个琵琶大师的，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她今天的讲义呢，主题叫珍惜生命，活出自在，这个题材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师尊呢也是不是叫我们说，我们呢生命有限，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珍惜现在啊？岁月无情，我们是不是要精进不懈啊？是。好好的珍惜现在，把握当下哈。在我们的人生的舞台上呢，无论扮演何种的角色哈，我们都应该把自己当作主角的心情来扮演好，是不是呢？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啊？好，现在有信心了，我就来讲一个超越巅峰的故事哈。这个故事说，在纽西兰有一个，他是双脚残障的，被摘肢了哦。他自己的生命告诉他自己说：我虽然没有了脚，可是我一样想要挥的心不变。所以呢，他对自己说，他要去登世界的第一高峰。他这个勇气非常的值得人家钦佩哈。当这个媒体从这个遥远的地方，媒体传电到每一个电视台，播出他的那一刻的画面是让世界的人感触说，他那么没有脚，他竟然能登上世界第一高峰。他靠的是什么呢？他靠的是他对生命他的珍惜跟意义，他对自己的信心。所以画面呢，照出他的两只脚呢，皆是两只的那个钢筋做成的脚。所以启发到很多人说我们这么健壮啊，这么齐全啊，上天给我们这么优惠啊，这么幸运啊，是的，让我们太感恩了。结果呢，我们的心呢，是不是有多多少少失去了信心呢？各位先生，当然我们要爬上世界第一高峰，不用将我们真的脚截断去装一只哈，不是这个意思，是人家没有脚，他还是能爬上世界第一高峰。他对自己的信心非常的强烈，对自己非常有一种强烈的心，珍惜他自己的生命，活出他自己的意义。现在这个时间，我不占用这个李讲师的时间，现在我们大众请起。请讲师慈悲，全道鞠躬，坤道鞠躬，请坐下。检查师，各位前贤大家午安。讲师午安。首先，感谢上天慈悲，祖师弘慈，师尊师母的大恩大德，科考前人的五大牺牲。前人各位点传师慈悲，以及各位前贤的苦心策划与安排，还有在座每位护持道场的十方大德，你们不远千里路途辛苦前来，共同护持道场，共襄盛会。那么在这么殊胜的因缘之下，后学才有这一次学习的机会，与各位前贤来共结善缘。那么因为后学才疏学浅，对这里的体悟呢也不多，所以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若是有所过失与不足的地方，祈求上天慈悲赦罪。前人、各位点传师以及各位前贤，能够不吝慈悲，给予后学指正与教导。后学好紧张哦，现在心跳的好快哦。那么，感谢慈悲。那么，后学今天要跟各位前
贤贤分享的主题是珍惜生命，活出自在。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大环境哦，拜科技文明的进步，让我们很快就知道社会上一切的脉动哦。那社会越进步，资讯越发达，可是呢，我们却发现人越活越不快乐，越活越忧郁哈。那每天呢，都生活在紧张压力之下，日子呢过得很辛苦、很无奈，然后也很郁闷哈。那么根据调查呢，越先进的国家，它的痛苦指数就越高。有时候呢，我们打开报纸，打开那个电视新闻，就常常会看到有些人，不管呢是因为感情的因素，或是经济的压力，或者是职场上面的不如意，当面对这些问题、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再加上抗压性不够，往往呢就会选择用逃避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就像前面讲师所提到的那个倪先生，其实呢，他就是把自己逼上了死胡同，钻进了牛角尖，认为说全世界就只有我最不幸，我最苦，为什么都没有人了解我？千百个理由呢，都是绕着一个我在转，把那个眼光呢都放在最不好的点上面。很惯性的去养痛苦啊，就是把那个痛苦呢养得大大肥肥的哈。那到最后呢，自己却沉浸在这个痛苦当中，没有办法自拔，而走上自杀这条不归路。那么，各位贤贤，我们知道要得这个人生啊，要得我们这个人生有多不容易吗？在佛教经典里面比喻说，要得我们这个人生，就好比呢是需要一个人站在须弥山的那个山顶上，然后呢从山顶上垂下一条那种缝衣服的那种棉线，在风吹不止的那种状态之下，刚好将这一条棉线哦穿过在山底下定位不动的那个小小针孔，这个几率是10000分之一啊！比中乐透彩还要低呢。所以说，我们能够轻轻易易、随随便便说想放弃就放弃吗？可以吗？不可以。是啊，不可以。因为我们知道，狗以尚且惜命，连只小蚂蚁它都知道要珍惜自己的生命。那么，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糟蹋自己的生命呢？是不是？那在《弘一大师传》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跟我们提到说，人生难得是万古一瞬的因缘，佛法难闻是历劫不遇的忌讳，错过了，没有人能承担这份过失，没有人啊。所以，尽管这辈子的身心不是让我们100%的满意，但是，请您务必要尊重、珍惜。人生不如意，10之8、9的，没有100%完美的人生，都有缺口。那么就是因为不圆满，所以今天我们才更需要来走修办道这一条路，来圆满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因为人生难得啊，生命无常啊。那么各位贤贤，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应该都还记得，在我们台湾呢，前几年发生了921的大地震。那隔年呢，美国世贸大楼遭到了911的恐怖攻击，及卡崔娜飓风，还有那一场夺走将近30万条人命的大海啸。后学想起这一天，2004年12月26号这一天还心有余悸，因为这一天呢，刚好是我们入大忏悔班的第2天。那么我们济公老师临坛的时候，难过的哭倒在母座之前，因为他明明知道有这么一场的大灾难、大灾劫，却无力去阻止啊！他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
有这么多的人受到灾难、受到灾劫，所以他只能哭求老母娘慈悲呀，是不是？那么我们也是出班以后才知道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一场劫难啊！所以当全球各地发生了这么多的天灾人祸，造成了这么多的伤亡人数的时候，那在那些经过浩劫余生、大难不死之后，很多人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活着真好”，真的活着真好。这是一句多么感慨的话！因为呢，曾经走过生死存亡一瞬间，当下呢才能够体会到，原来其实什么都不重要啊，什么都不重要，能够活着就好，只要还有一口气在，还能够呼吸，一切都有希望，是不是？只要还能够呼吸就好。但是通常呢，我们都只有在呼吸不正常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呼吸，在烦恼的时候才会渴望智慧，在生命的尽头才了解到要珍惜有限的光阴，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济公老师跟我们慈悲说，人啊，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要珍惜。上天赋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身体，我们有好好利用、好好珍惜吗？是不是都等到失去了才来后悔呢？那么，我们是不是曾经想过，穷尽一辈子的时间，忙忙碌碌到底所谓何来？生命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又要如何把握有限的时间，活出自在的人生呢？因为生命不是只有追求表象的成功而已，我们应该要活出属于自己生命的价值，掌握住我们每一个呼吸，来成就自己清净的慧命，好好珍惜我们还能够呼吸的时刻，把握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刻。那么现在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把握当下，生命无憾。那么我们说要珍惜生命嘛，哈，那什么是珍惜呢？珍就是很珍贵、很宝贵嘛。那惜就是爱惜、疼惜的意思，对不对？那珍惜生命呢？它的意思并不是说要让自己吃得很好、穿得很好，不要太劳累，好好的宝贝我们这个身体，让自己可以活得长命百岁的。不是啦，不是这样子的啦。没错，这只是一种延长我们寿命的方法。但是呢，真正的珍惜呢，是要我们把握住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把我们当下所拥有的时间做最好的安排，做最好的运用。因为生命存在的过程是由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时间所慢慢累积而成的，对不对？对。那名作家鲁迅先生他也曾经说过，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我们的生命是用时间来作为单位的哦。那浪费别人的时间呢，你等于是在谋财害命，罪很重哦，要小心。那浪费自己的时间呢，就等于是慢性自杀了。那么我们很多人啊，每天呢都不知不觉的在慢性自杀，都在浪费自己的生命，自己却不觉得，真的自己不觉得。那么相较于日本人，他们对时间的安排、时间的重视我们真的要觉得汗颜我们看日本人，他们对时间的安排都非常非常的紧凑。有时候你跟他约10点，早上10点，那么我们中国人就想说早一点到嘛，免得让人家等不好意思，对不对？所以呢，就提早5分钟或是10分钟的时间到达。但是你太早到，他还不理你耶，他继续做他的事情把你晾在那一边那一定要等到10点的钟声一敲，他才会很热情的过来欢迎你，很奇怪，对不对？那你太早到呢，他
说你是在浪费他的时间呢。那么这是因为国情的不同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呢，他们在吃饭或是在走路的速度都非常的快。那目的呢，就是为了要争取时间，争取更多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分秒必争的时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不是黄金，不是石油，而是什么？时间。或许有听到钱钱答对了，没错，就是时间。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很心疼的发现，有些人啊，不管对什么都很吝啬，就当生呢，就是咱讲的口啊讨一点的呀。但是呢，就是时间呢，太浪费，太奢侈了。一有空闲的时间呢，就想尽办法要来打发时间。那么请问，时间被打发掉了吗？没有，对不对？那真正被打发掉的是什么？对，真正被打发掉的不过是我们自家的生命而已，是不是？那么严格说起来，其实时间都是不够用的，真的。我们只能够挪出时间来佛堂，来充实自己，拨时间出来到场了愿。拨啊，都是用拨的拨出来。我们看这个拨字哦，一个手，一个发，你用手去拨，才能够发现资源宝藏原来就藏在自己身上。那时间的掌控跟安排呢，也都在自己的手上哎。那其实我们一般人的时间运用都差不多，都要上班或是上课，要吃饭，要睡觉。那所不同的是在于你怎么安排，你怎么利用空档的时间，还有假日以及下班后的时间。那成就的不同，也就在于你怎么运用这一些时间了，对不对？如果说同一个时间，我们只能够选择其中的一件事情来做，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分身嘛，对不对？所以呢，只能在众多的事情当中选择其中的一件事情来做。那你会怎么安排？我们会怎么安排呢？是选择充实自己，还是说当义工去服务别人，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去加班赚钱？当然啦，你也可以选择休闲娱乐啊，像去逛逛街啊，看看电影啊，去游山玩水，甚至于你也可以哪里都不去，就待在家里，当个光电族。那所谓的光电族，就是看看电视，看看光碟，上网聊聊天，是不是？但是成就绝对不一样，结果呢也绝对不同。圣严法师说，生命的着力点，你把它放在哪里？你把生命的着力点放在哪里？重心放在哪里呢？是盛世呢，还是繁衍？那么对时间的安排，对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可以交代？对社会有没有贡献？对别人有没有帮助呢？想想看，不同的时间安排绝对成就不一样的人生，这是一种绝对值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们就要懂得怎么安排，怎么运用自己的时间，一定要懂得怎么抉择啊，对不对？那今天各位贤贤呢都非常的有智慧，也做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在这么多外在的引诱之下，我们选择来入班，来护持道场，来充实自己的能量。虽然说牺牲了休闲玩乐的时间，牺牲了赚钱的机会，但是呢，却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充实，得到法喜。这是不管你赚了多少钱，或是去游哪个名胜古迹所能够比拟的，是不是？不简单呢，真的不简单呢。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自己来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呢？真的要好好的去珍惜这一份姻缘。
你不懂得珍惜因缘，我们看今天已经过了2/3的时间有了吧，差不多了哈。那过去的时间还有吗？逝去的时间还回得来吗？回不来了，真的回不来了哎。陶渊明说：“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呐。”真的，岁月不会为我们留下脚步，生命呢也不可能让我们喊 NG 再重来一次。生命是没有 NG 的，对不对？不像拍电影啊，电影拍坏了我们可以重拍呀，1次、2次、3次，无限次都可以，拍到你满意为止。时间不行啊，过去就过去了，对不对？像早上的时间还回得来吗？回不来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能够说不把握这个时间吗？能够说仗着我们自己还很年轻，就随随便便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生命，可以吗？不可以呀，因为岁月不待人，岁月不待人啊！就算你拥有荣华富贵，拥有万万家产，你也挽不回时间1秒钟。那么任你再怎么聪明，你的智慧胜过言语，你也不晓得下一刻会变成什么样子哎！真的，我们无法去预知，我们也抗拒不了。我们能掌握的只是当下这一刻，那能珍惜拥有的呢，也只是此时此刻。真的，末法时期是灾劫遍起，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身上。这不是危言耸听吓唬人的哦。我们看全球的灾难，就是天时的大淘汰、大收束。我们敢保证自己绝对不会碰到吗？有谁敢保证？没有，我们都不敢保证，是不是？所以呢，仙佛他也一再的灵谈来告诉我们说，来不及了，时间不多了。仙佛慈悲呀，仙佛慈悲，他不忍心看我们受劫受难，所以呢，才一再的灵谈来告诉我们说，要赶紧认真的修，要不然我们大家是不是还认为啊，不炸了啦，还有时间啦，我还要活100岁啦，是不是？把3期末劫天眼淘汰当成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不痛不痒，事不关己耶，认为说那是以后的事情啊，真的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会被明日给害惨哦。那么各位贤贤，我们知道阿修罗，这是专门考到的阿修罗，现在是用什么方法来考到的吗？就是灌输一种思想观念，没关系，反正还有明天，很可怕哎。我们一旦呢有了这种观念，再怎么精进的人呢，也会开始动摇，开始懈怠。反正没关系，明天还有时间，是不是？脾气毛病没改，哎呀，没关系啦，明天再改。那运还没了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明天再做。可是生死事大很重要哎，不过也没关系，反正明天还有时间，是不是？那么各位贤贤，你们说有没有关系呀？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可大了。但是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常常陷入这一句没关系，反正还有明天的巢穴当中而不自知呢？因为有这一句还有明天当挡箭牌，让我们放纵自己，让我们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谨慎自己，让我们在太多的还有明天当中迷失自己呀，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把握可以见到明天的太阳，
有谁敢保证有把握一定可以见到明天的大阳？举个手，后学看看。没有，我们都没有把握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却每天都在为明天做准备耶，担心一个又一个的明天，把当下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安排计划那个不可预知的明天。佛经里面说，大乘佛法不言明日，就是在强调把握当下的重要，要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当下这一刻，而不是放在渺不可及的未来，是不是？那日修禅师他也说过一句话很棒，他说：“我的一天是一辈子，一天是一辈子哦。”各位想想看，如果今天就是你的一辈子，你会怎么运用这一天？你会不会去担心今天以后的日子怎么办？会不会？不会。我们会很珍惜这一天，我们会好好的利用这一天，我们不会轻易的把它浪费掉，是不是？那么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这种心态、这种观念来过日子的话，把一天当成一辈子在过，那么你还会去计较什么？你还会去烦恼什么？还会去争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人最可贵的就是一息尚存，还有一口气在。那人生真正可以让我们用的呢，也是当下的每一分跟每一秒。所以，把握每个当下，把握住这次天道降世的殊胜因缘，好好修，好好办，千万别错过了。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才不会留下遗憾，是不是？因为生命呢是不等人的，三起大道也是不等人的。生命无常啊，世间无常啊，那么我们要不要珍惜呀？要啊，要珍惜呀。所以呢，就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等到明天，就从现在开始，好不好？好好的把握我们每一个当下，好不好？好。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另外一个单元了，抛开枷锁，展现自我。那么，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困住我们心灵最大的枷锁？那什么又是让我们不得解脱自在最大的原因呢？在禅门有一个公案说，有一天一个小和尚，然后呢，他看到一头牛绕着一棵大树转个不停，他觉得很奇怪哦。然后呢，回到佛寺，他就问他的老师傅说：“师父，为何团团转呢？”那这个老和尚很有智慧，就说：“只因绳未断。”是不是？只因绳未断，牛被绳索绑着，系在树上，不得解脱，不得自在，只能绕着这棵大树转个不停啊。那么请问，今天我们被何物所系，被何物所绑啊？想想看，用力的想想看哦。因为这个源头若是没有找到的话，我们也会像这一头牛一样转个不停。那系住的绳索呢，若是没有解开，我们同样不得解脱，不得自在，是不是？心被系在哪里，我们的绳就会被绑在哪里。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大家来入班，但是呢，我们的心里还牵挂着家里有什么事情还没做。虽然说我们的人是坐在佛堂里面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的心却系在那些事情上面，一样被那些事情给锁绑，自在不得啊，对不对？那就像后学今天今天一整天呢都在担心后学的课程。那前面3位讲师讲什么，后学真的完全没印象，因为后学的心呢系在自己这一条生命上面。虽然说人是坐在下面一整天，但是呢也紧张担心了一整天
坐立难安啊，不得自在呀，是不是？那就是因为后学的心呢，被这一堂课给绑住了，所以才不得自在呀，对不对？那么我们恩师跟我们慈悲说，要想求自心的解脱、清净自在，就要看看自己被什么给绑住了，是名利、情爱，还是自己的执着？看清楚了哦，看清楚了之后呢，就要好好的放下。那么其实今天我们到佛堂来，绝对不是说为了要得到什么，而是为了要学习放下什么。你不放下呢，就永远不得解脱，不得自在，对不对？那么我们放不下的原因是什么？执着啊，对不对？我执太重了，被锁住了。那不外乎呢，就是我们把情爱、把欲望看得太重，被外在的物欲所系，为情爱所绑，心甘情愿的当一个欲望的囚犯。然后学打个比喻，就好像被关在监狱里面的犯人一样。今天呢，我们就好像被关在一所无形的监狱里面的犯人。我们看社会上有形的监狱啊，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呢，他们一旦刑期服满之后，好轻松哦，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所无形的监狱里面却走不出来，为什么？我们的心被锁住了，是不是？有形的监狱关的只是你外在的这个身体，限制你的行动。但是呢，你的心还是自由的。那无形的监狱呢，却是禁锢我们整个心灵，把我们整个心灵都禁锢住了，使我们不得解脱，不得自在呀。我们成了这样子的囚犯而不自知。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成了这样子的囚犯呢？贪嗔痴啊，贪嗔痴作怪呀。佛家称为三毒，荼毒我们纯洁的心灵，使我们不得解脱自在，最大的枷锁。那么，唯有打开这三道大锁，不要让贪嗔痴来控制我们的心灵，才能够活出潇洒自在的人生，是不是？那么，我们想要活出解脱自在的人生，首先呢，我们就必须要先化贪婪为恬淡。那么什么是贪呢？贪就是一种不满足的饕餮心态，那对欲望的追求是永无止境，是一种饥渴的心态。那么其实一个贪婪的人呢，他不一定是物贫，但是却代表他心贫，总以为自己拥有的比别人还要少，那实际上他所拥有的可能比别人还要多很多。少的是什么？少的就是他的心灵啊，也就是心贫啊，总是觉得不足啊，不够啊，所以才想贪啊。那么我们看哦，贪跟贫这两个字长得很像，有没有注意到？根本就是一样的笔画，对不对？只是一个是金贝，一个是分贝，后学称他们为孪生兄弟。古人造字实在是真的很厉害哦，因为贪呢，它决定感召贫穷的果报。你只要动了贪念，贫穷呢就会如影随形的跟在你后面，真的是这样子哦。我们看现在社会上的诈骗集团为什么会那么猖獗，就是因为抓住了我们人类贪婪的心态。人讲消贪论给啊，对不对？因为贪啊，所以才会受骗啊。就像后学白天在店里面的时候呢，就常常会接到那种诈骗集团的电话，然后打电话来就说：“这里是香港某某集团，您参加我们的电话抽奖，恭喜你抽中我们的港币30万元哦！”叫好康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嘞，是不是？那后学就跟他说：“可是我现在不缺钱用哎，你直接帮我捐给慈善机构好了，谢谢。”那么这通电话跟后学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去贪它。但是这通电话呢，它如果引动了你贪婪的心，你贪他的钱，他贪你的心，那么有可能你的荷包就准备要大失血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不要幻想太多啊，真的不要去幻想太多，不要去贪求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自然就不会受骗。赚多少花多少，不要去妄求那个非分之想，对不对？那其实物质比较贫乏的人哦，他不一定会贪。那生活的很富裕的那个后亚郎哦，也不一定就懂得知足哦。真的哦，能够珍惜我们当下所拥有的，才是真正的富有，才是真正的财富。那么，就像前面讲师所提到的，台湾首富郭台铭啊，他说，能够吃到妈妈煮的面，能够牵起相伴一生心爱人的手，这才是富有。原来富有就是这么一回事哦。那这是郭台铭他对富有所下的定义。那么各位贤贤，你们觉得什么才是富有啊？想想看，什么才是富有？那在前不久啊，财富杂志，全球的财富杂志，它公布了全球10大富豪名单的排行榜。那这些人都超去后面，后面刚才讲到以后的哦。那第10名的富豪，他的财产有可能比我们在座所有人的财产总额加起来还要多好几十倍，甚至100倍哦。但是，你认为说，当他看见他的名字是排在第10名的时候，他不觉得穷吗？他看着名单说：“我要第1名，而不是第10名。”会不会？会。绝对会，因为现代人呢太强调比较，太看重占有了。从珠宝少一样，钻石少一颗，银行的存款后面数字少几个零，甚至豪华别墅少一栋，不停地追求更多的财富，累积更多的宝物，是不是？那么我们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啊？什么才是真正的宝物呢？或许现在就请各位贤贤先来看一段影片哈。怎么客人走了，您还不进屋，在这乘凉呢？夫人啊，有件事我得跟你说呀。哦，什么事儿？嘿嘿，那个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被我给得到了。哦，稀世珍宝。我打开啊，你可得看仔细哦，这可是真正的宝物啊！你看，我做梦也想不到，做梦也想不到。这真美呀！但是老爷，这是哪儿来的？啊，这是一位老朋友，他知道我喜欢这些，所以就送给我了。怎么会这么大方？是哪位送的？是李员外。夫人，我先把宝贝拿去收起来啊。李员外，他送那么贵重的礼物，这得怎么还礼呀？师傅，那片林子怎么一夜之间少了那么大一块？那块地呢，应该是属于王员外的土地，怎么会突然开垦了呢？师傅，小小的那片林子被破坏了耶，有好多人在砍树哦。你刚刚在山下有问问他们吗？没有。夏荷、怀喜，
你们两个呢，跟我去看看。这一片树林啊，原本欣欣向荣，砍掉了，真是可惜啊。师傅，我们得叫王员外别再砍了。是啊，要恢复原状，可要再花个20年呢。哎，这位大叔，什么事情啊？请问这里的树为什么都被砍掉了呀？因为这里要盖个染布工厂，附近的树全部都被砍了。原来如此啊！砍树林啊，那不是我砍的，那片地我已经转手给别人了。转手？是啊，你可知道这块地要拿来建造染布工厂，但是建起来可是会影响下游的水源哦。关于这个嘛，我倒是没听说。不过师傅你放心好了，反正我们都在上游，不是吗？话不能这么说啊，师傅啊，可是这块地我都已经卖了，您总不能现在就要我收回来吧？卖了地对您来说可能是小事，但是对下游的人来说可是一件大事啊。师傅，您请回吧，我爱过您住。老爷，既然会影响人家生活，就别卖了吧。啊，夫人，这不行啊，都已经是泼出去的水了。老爷，你定期不是还没给他吗？这倒是啊，不过呢，我已经答应了，而且价钱卖得很好呢。老爷，这种钱可不能赚啊，把钱给退了吧。啊，你是不是拿了人家的夜明珠啊？是的，我拿了。那么名贵的东西来换一块土地，老爷，我们不可以贪心。夫人啊，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呀。老爷，我们做人也不是这样做的。好，我听夫人的，我退就是了。员外，你有听过“不贪为宝”这4个字吗？没有哎，师傅，你是在笑我贪心吗？其实啊，我钱财那么多，对钱财早已不屑一顾了，就是对那些珍奇异宝啊，我可是啊。员外，你要知道，贪的心是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昨晚得到的金钱，心里感觉富足；今天得到的宝物，心还是不踏实。明天呢，我们又想要得到更多，这就是贪执。因为有贪，才需要宝。身外的宝再多，不如心中的一念知足、感恩之心。其实真正的宝藏就是我们的心啊。是师傅，我知道了，我夫人叫我来好好感谢师傅呢。不敢当啊！请师傅收下。这是地契耶。没错，是树林的地契，先放在师傅这儿。很抱歉哈，因为您现在出了点问题，没有师傅哈。那老和尚呢？他说，贪的心呢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他说，昨天得到了金钱，我们心里感觉到不足。那今天呢，我们得到了宝物，心还是不踏实。那么明天我们又想得到更多，这就是贪执啊！因为有贪，所以才需要宝。那么身外的宝再多呢，不如我们心中的一念知足。真正的宝藏就是我们的心。懂得知足呢，就是富有；懂得恬淡过日子，就是福。就像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颜夫子，他过的是餐餐没着落，家里的米缸永远都是空的，但是呢，回却不改其乐。那这个乐是从哪里来啊？是颜夫子他喜欢过这种有一餐没一顿的日子吗？不是啊，是因为他乐道，他知足啊。他的乐是精神层面的法乐，而不是欲望满足的快乐。欲望得到满足的快乐是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更大的欲望等着我们去填满它。
所以呢，就永远都在追逐，永远也都填不满。当然，并不是说要我们过像严夫子的这一种生活，而是呢，我们要去学习他那种不执着于外物的恬淡精神，那种的怡然自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贪求啊，是不是？那在《知苦真福歌》里面呢，他就跟我们说：思量计较苦，放下便是福；思量贫穷苦，享有便是福；思量贪欲苦，满足便是福。一碗饭就可以让我们吃得饱饱的，只要有足够的营养，那么我们又何必要去吃满汉全席，对不对？那衣服呢，只要能够蔽体，能够保暖，穿起来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那么我们又何必要穿名牌的呢？相同的，只要有6尺长、3尺宽的位置，就足够让我们这副身躯睡得很好的。那么我们又何必奢求要去住那个高楼华厦，对不对？所以呢，对于外在的物质，我们应该要用感恩知足的心来面对，而不是用占有的态度来据为己有。那么我们就不会因为他欲望太多而烦恼痛苦了，对不对？因为幸福呢，是给懂得常怀感恩的人；那快乐呢，就是给心中懂得知足的人的。所以，能够恬淡的过日子，不被欲望牵着走，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得到自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化嗔怒为宽容了。那么刚刚我们谈的贪婪呢，是从喜爱之对境所引起的，因为我想、我要、我喜欢，所以呢才引起贪婪的心。那嗔呢，就是刚刚好相反哦，嗔是从不喜欢、不顺心、不合我意之对境所引起的。嗔是容易生气的心，那么容易生气呢，是因为我们有7情6欲，容易被事物给蒙蔽而丧失理智。那么人一旦生气，就会蒙昧自己的心性，起无明火。在《大地经》上说：“一念嗔恚火，能烧无量劫善根呐。”无明火一发呢，就会把我们累世以来所种的诸善根全部摧毁殆尽，很危险啊，要小心。所以，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看现在社会上的人 EQ 很低，就是情绪智商啊很低，很容易生气呀。根据调查呢，根据问卷调查，有60%左右的人承认自己是气功人，不是早上运动练的那种气功哦，是常常发脾气、常常生气的那一种气功。但是呢，只有8%的人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有高达92%的人气得莫名其妙。因为呢，常常在生气，所以气到最后也不晓得自己到底在为了什么事在生气，真的很荒唐。那尤其是我们人在生气的时候，当一个情绪起来的时候，往往让我们做出后悔的事情来。那所说出来的话呢，也通常都是丧失理智的。人讲伤眉混无为嘛，对不对？情绪上的言论呢，只能够逞一时之快，没有任何好处啊。所以呢，这种气头上的话呢，就好像是放在弹药库里面的一把火一样。我们想象一下哦，一座弹药库里面给它放一把火会怎样？会是什么情形？很危险啊，是不是？一个不小心就引爆整个弹药库，威力非常惊人哎，会伤亡惨重哎，是不是？所以说这一把怒火呢，常常烧的是众生肝肠俱焦，焚的自己是面目全非呀，烧光了我们身边所有的好因好缘，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碰到外在环境的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不要跟随外在环境改变而起伏，要懂得掌控自己的情绪，懂得做自己情绪的主人，不要像个傀儡娃娃一样。傀儡娃娃就是怎样，别人拉一下你动一下，是不是？别人牵你一把你就动全身，完全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人，任由外在的环境来摆布你。别人当导演，我们当演员，完全不能自我控制，甚至于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
来修理自己，不值得啊，是不是？而且生气哦，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影响很大哦。美国心理学家艾马尔他在研究我们人不同情绪的时候所吐出来的那个气呀，发现呢，心平气和的人吐出来的气呢，它凝结成的水呢是呈现透明、没有杂质的。那生气的时候所吐出来的气体，却会出现那个紫色的沉淀物。那么如果把这种生气水啊注射到那个白老鼠的身上，不用几个小时的时间，那只白老鼠马上死亡，很恐怖哎。那么在《人体使用手册》这本书呢，也跟我们提到说，当我们人发脾气的时候，那股气呢就会往上直冲，然后呢就会造成头顶发热啊。那久而久之之后就会怎样？就很容易形成秃头。所以有秃头倾向的人少生一点气，好。还有我们坤道也要小心哦，我们会发生那个小叶增生，还有乳癌呀，也都是因为常常生闷气的结果，所以要注意一点。那么另外还有一种人啊，他们外表让我们看起来修养好好哦，但是呢，他的内心呢，经常处于在那种很生气、很着急的那种状态。这种人呢，很容易造成12指肠溃疡或是胃溃疡。那么严重的话呢，甚至会造成胃出血哈。所以情绪真的会影响我们身心的健康。那么我们要如何不生气呢？就是转换我们的念头啊，转念转换负面的情绪念头，才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升华到平衡的状态。所以要懂得转念，转念真的很重要哈。那接下来或许跟各位同学分享一则故事哈。故事就是说，曾经呢有一个作家，他带着他的妻儿住在海边。那这个儿子呢，就一天一天的长大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一直让这个儿子觉得很困惑。他发现爸爸无论是特别开心，或是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都会自己一个人到海边去散步。但是爸爸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捡很漂亮的贝壳回来哦。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两手空空的回来。那么这个儿子对这件事情一直觉得很纳闷、很好奇。那么有一天，刚好有一个远方的朋友帮了爸爸一个好大的忙哦，爸爸好开心哦。那到傍晚的时候呢，爸爸又要到海边散步了嘛，对不对？那儿子呢就跟在后面，他就看到爸爸捡了一个好漂亮的贝壳回来，然后带回家之后呢，仔细的清洗，小心翼翼的在贝壳的里面呢写上了那个人的、那个朋友的那个名字，还有当天的日期，就把它收藏在玻璃柜里面了。那又过了几天之后呢，爸爸突然间呢遭受到某个人无理的批评，气得不得了，非常生气。一样啊，到傍晚的时候，爸爸一样就按照惯例到海边散步了嘛。那这个儿子呢也跟在后面，他想知道说，爸爸为什么不捡漂亮的贝壳回来，让自己开心一点呢？那这次呢就跟了半天，他却发现爸爸把那个人的名字跟当天的日期全部写在沙滩上，然后就回家了。一回到家，儿子就忍不住的问说，爸爸，你为什么要把对你好的人的名字写在贝壳上，把得罪你的人的名字写在沙滩上呢？那这个爸爸说，美丽的贝壳值得珍藏。当我看到那些美丽的贝壳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的人对我好，心情呢就会好很多。那么至于那些不好的回忆呢，就让他们像留在沙滩上的字一样，让时间的潮流给冲逝流走，不要让他们影响我们的情绪。同学真的蛮欣赏这个呼吸洒脱的人生观哈。的确，记忆呢应该用在美好的事物上，
而不是光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傻到用记忆来修理自己，让自己活在痛苦当中，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不动于心。对于八风，嗔机毁誉盛衰苦的这八风，我们还没有办法不动于心。但是呢，我们可以赶快想办法把它化解掉。就像这个爸爸，他用了好健康的方法，到海边散步，把情绪呢留在沙滩上。那么有的人啊，用的方法可能就不太健康哈，像是把情绪呢硬压在心里，或是出去疯狂的 shopping， 去狂吃狂喝，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其实呢，这都不是究竟，都不是最好的方法。那么最好的方法，要控制我们情绪最好的方法有2种，就是反省跟感恩啊。所谓反省呢，就是多想想自己的不是，多想想别人的好处。孔夫子说：“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就是一种反省的功夫。我们常常反观自照，反省自己，不要去责怪别人，那么就不会有怨言怨气了，对不对？因为一个懂得自我反省的人呢，他的心灵是清净的，是宽容的，他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也就比较融洽，对不对？那再来就是感恩哦。当我们碰到顺逆境的时候，我们都要用感恩的心来面对。那感恩的目的呢，也是多想想别人对我们的好，多想想自己所蒙受的种种恩德，多想想上边都是借由人事来考验我们，来成全人。想想这些，就会把心中那股不平不满之气化为乌有了，对不对？所以反省跟感恩呢，是心中的甘露水，它能够浇熄我们心中的嗔怒之火。我们如果能够常存反省跟感恩，那么在触目欲言之间，我们就不会有恼怒了，自然呢就能够把嗔怒之心转化为宽容之心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化愚痴为醒觉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发脾气不好嘛，对不对？所以呢，就要懂得克制自己的脾气，学会平心静气。那知道贪心不好，对不对？就要懂得克制自己的贪念欲望。那么如果说我们还是一样贪心不除，嗔念不去，那么这就是愚痴了。痴呢，就是无法看破的无明愚昧痴相，是一种深根蒂固最严重的执着。我们人最大的束缚呢，也是来自于执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跟仙佛同等的智慧清净心。那一位智者他也告诉我们说：我心本是佛，云何起贪着？我心本大慈，云何弃小事？我心本无爱，云何不自在？我们的心本来都是清清净净，没有污染，没有挂碍的。今天为什么会不自在？为什么会挂碍一大堆呢？妄想执着啊，是不是？智慧被妄想执着给障碍住了，所以才没办法醒觉。受外在的境界诱惑，受名利权位的诱惑，起了贪嗔痴，也开启了84000的烦恼门。那么在禅门呢，有一段对话，或许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提出来跟各位前贤分享。那么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思考看看哈，就是在唐朝时代的香严智贤禅师呢，他有一次出了一个问题来问他的众弟子们，他说：如果有一位已经悟道的出家人，他有一天呢，口里衔着一根树枝，脚无所踏，手呢也没有攀附任何的东西，那底
下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哦。他那个出家人就只是嘴巴咬着一根树枝，整个人就悬空啊，吊挂在那个千尺悬崖的上空。那么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位求道者要来问佛法的大意是什么？藏来吧，你来，偏偏丢这个时间来就凶我了。那这个出家人呢，他如果开口回答就会怎样？一定会掉下山谷嘛，对不对？哎，千尺悬崖也开玩笑，掉下去怎样？小命绝对不保，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不开口回答，你又违背了出家人要随时随地慈悲开示的本分，对不对？那么请问，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该怎么办？各位贤贤，我们也想一想，如果是你的话，你该怎么办？有没有人有方法可以救这个出家人呢？那么当时在座的众弟子啊，也是这样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个面面相觑，不晓得该怎么回答。那其中呢，就有一个叫做招上座的弟子，非常有智慧，他就说：“师父，先别问那个出家人咬在树上怎么办，我倒想先问问他，为什么要上树去自寻烦恼呢？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好，那么在这段反问的对话当中，其实呢，招上座他已经点出人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做那么危险的动作，对不对？那引申的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人为什么要为了名利、权势、富贵而赴汤蹈火，惹来这么多的烦恼跟不安呢？那其实啊，我们人是很会自寻烦恼的，常常作茧自缚、庸人自扰。比如说，我们明明知道别人不肯认输，但是呢，却偏偏一定要别人投降，很奇怪。所以世界上才会有战争的发生嘛，对不对？那么我们明明知道别人不一定会喜欢我们，不一定会赞美我们，但是呢，却想尽办法要去得到别人的青睐跟掌声，所以生活呢就陷入在那种又期待然后又失望的情境当中。还有我们每一个人明明知道白杨末法这一期一会是难逢难遇呀，可还是活得茫茫然然、浑浑噩噩，徘徊在死死生生当中，仍然迷恋沉醉世间的一切，做着红尘大梦啊，是不是？师尊老大人跟我们慈悲说，梦该醒的时候，就别再迷恋，别再沉醉了。早上该起床，该去上班就去上班，该去上学就去上学，不要再留恋温暖的被窝了，要不然上班上学都会迟到，对不对？那么各位仙仙，我们醒了吗？醒了吗？醒了哈，那醒了的前贤慈悲一下，赶紧前后左右看一看，如果有人还没醒，麻烦慈悲一下，把他摇醒，我们快下课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后学再跟各位前贤分享一则小小故事哈。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天啊，在一个乡镇的一栋楼房突然着火，灰熊组啊，那住在的邻居好紧张哦，就赶快打电话叫那个119消防队员来救火。他很快，消防车的速度真的好快，马上就到了。那当消防人员呢费尽千辛万苦破门而退的时候，这个时候却看到一张正在冒烟的床上，上面居然躺着一个人呢，好恐怖哦！那消防人员就赶紧冲进去把他救出来。哦，还好，佛祖保佑，人没事平安。那平安出来之后呢，警察就要做笔录了嘛，对不对？就问这个中年人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家的火是怎么引起的啊？”这个中年人啊，气喘吁吁、惊魂未定的就回答说：“我哪不知呀，我到尾是蒙城都一天在抖会啊。”他躺下的时候，床就已经在着火了。好，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麻木嘛？对不对？竟然躺在一张已经着火的床上，还不知道要赶快起床，身处在这么危险的地方，还不晓得要赶快离开。那么，我们想想看。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也常常不自觉地躺在各式各样的火床上面。明明知道危险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危险啊，但是呢，却因为摆脱不掉，只好任由宰割。那么，由这个小故事当中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在我们生命的火场里，我们要能够懂得适时的起床，懂得脱离不好的环境。唯有透过醒觉，用醒觉的智慧明灯，才能够找到新的出路，找到我们生命的出路，解开贪嗔痴这3条捆仙索，才能够活出自在无所挂碍的人生，是不是？那生命是你的，上天呢已经把这份礼物给了你。我们应该要去认识我们所被赐予的是怎么样的一份礼物，去明白这一份的美就在我们的眼前起舞。真的，当我们用一根手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看看有多少根手指头是指向自己。当我们说幸福快乐在那里的时候，请看看有多少根手指头在说这个方向。当我们说神在上面的时候，请看看有多少根手指头在说在这里，因为这里就是圣殿，这里就是我们生命的舞台。不管你在这个舞台上扮演是何种的角色，生旦净末丑都行。重要的呢，是我们要扮演自己生命的导演，拒绝做欲望的奴隶，把控制我们心灵7情6欲这13条傀儡线，一条一条的解除啊，拿回我们心灵的掌控权，拿回我们生命的发球权，要能够清清楚楚、当下明明白白，自己是在做什么。人生的舞台上，最重要的并不是当一个亮眼的明星，而是做一个好演员，一个本分的演员，演好你自己的角色。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听这一首歌，这是我们济公老师所批的词序《吊祭独角戏》，相信很多前贤都听过，也会唱这一首歌。他们会唱的前贤呢，就请跟着大声的一起唱出来，好吗？走进心灵的彩虹。
完结篇的时候，那我们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也只不过是短短数十年。俗话说，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当这场戏唱完，这场法会结束，曲终人散之后，我们要回到哪里？哪里才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处？一定要很清楚、很肯定，是不是？那么在修行的舞台上，我们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把自己定位在哪里？自己的定位在哪里？是积极进取的修道士，还是走马看花的观光客？那么这都是决定我们一生成败很重要的关键。我们花了同样的时间来参与修办道，不要到最后大家都回去了，回到老母娘身边了，而我们自己却还停留在听师父的阶段，只是听听，只是看看，没有实际去做，心没有投入，那就真的太可惜了，是不是？既然有缘有幸能够赶上这一场白羊大戏，那么可别让我们只是当个观众而已，让我们大家一起站上舞台，为这一份白羊大戏尽一份心力。那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披着业力的外表，演着各种不同的戏码。在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带着一本在前世就已经写好的剧本。那么这部剧本，你如果在前世写得好，今生我们演起来会很平顺，甚至于我们可以把它诠释得更好。但是如果写坏了也没关系，我们只要能够懂得适时的修改，把错误、把不好的地方修正过来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场白羊大戏里头呢，都各自扮演着其中的一个角色，或许是挑大梁，也或许是毫不起眼的小角色，可却都是缺一不可的，都需要我们每个人来扶持、来参与。因为一场戏下来是需要多方面的配合的，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就能够撑得起来的。就像中午唱圣歌大道理，好不好听？好听。那也是需要国乐团多种声部、多种乐器协调演奏起来才会好听嘛。多彩多姿就是美啊。那相同的，一个法会要能够圆满，也是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要有主办人，有讲师，有服务人员，还有最辛苦的厨房前贤，为我们料理丰盛的餐点。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座每一位来入班的前贤，因为有你们来共襄盛举，大家才有了愿的机会，对不对？所以呢，不管扮演哪个角色，不管今天我们扮演哪个角色，都要溯其位而行。都要溯其位而行啊！因为大合奏呢是多和弦，大道体是多班元，白
白羊大戏是多演员，不是只有一个人的舞台呀。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有，也都要各自演好。那么该下场的时候呢，就要下台一鞠躬。俗话说，上台靠勇气，下台靠智慧。世界上有没有人永远都是站在台上接受鲜花、接受掌声的？没有，有上台就一定会有下台，这是常态。就像后学等一下时间一到也是要下台，是不是？那么各位前贤，如果有机会轮到你站上舞台的时候，就发挥全力，尽情的去把它演好，把它演得淋漓尽致。姑且不论结果的好坏，但只论这份精神，这颗认真的心能够感动多少人。站在这里已经不是好跟不好的评量，而是自己曾经走过的那一份足迹，去感受生命的那一份的热忱，那一份的光和热。因为我来过，我们共同参与过，这是自己生命的升华。所以真正重要的呢，不是戏份的多寡，不是角色的轻重，而是这份全力以赴、认真的心。这份心会在宇宙当中流转不息。那么，实际上真正受惠的还是我们自己。至少当我们从舞台上下来的时候，当我们脱下这身肉身戏服的时候，我们知道要何去何从，对不对？所以这一场白羊大戏能不能圆满的落幕，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念之间了。那其实呢，道场给我们的教育，前辈者给我们的感受力就在这里。不讲什么特别多的教条，也不谈很多的高谈阔论，最重要的呢是去做、去行，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去把握每一个当下的因缘，用真诚的心把这一份慈悲喜舍的精神做出来。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后学就引用我们佛陀恩师跟我们慈悲的一段话来作为结论。难得有一世因缘，千万要善若善习；难得有一条理路，千万要有始有终；难得有一次机会，千万要一人一份；难得有一共目标，千万要同心同德。人生难得，我们已经得到；真道难逢，今天我们有幸得遇名师一指点，可以让我们一世修一世成。6万多年来就等这么一次，错过了不会再有下一次。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我们有限的生命，珍惜我们的法身慧命，好好把握这一份因缘。既然走上修办道这一条路，不管在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任何困难、任何的挫折，一定要记得绝不轻言放弃，绝不轻言放弃呀！我们要有始有终啊！俗话说：“替杯卡卡不狼诶。”天上的莲台果位呢，也是留给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所以一定要有始有终，不可以半途而废。因为白羊末法的选圣道场呢，是大家都有机会的。36000圣，48000贤，大家都有机会。只要你愿意，绝对算上你一份。上天要的也就只是我们的这一份心，只要我们很认真修，用心办，上天就绝对不会亏待我们，成道就绝对有你一份，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共办末后这一场。老师说，3朝大事谁会办啊？不会也得办啊。那3朝大事又是谁来办呢？是师徒共办，是大济公带领着一群小济公一起来共办。那么后学再给各位前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段我们济公老师灵坛跟我们慈悲的一段话。人分担一言，就一言也，清不清楚啊？成不成？3朝你就这么办了，好不好啊？3朝大事
就好啊。其实我们的技工老师真的很慈悲哈。我们的老师真的很慈悲。其实呢，最辛苦的就是我们的技工老师，对不对？那三朝大事呢，只要我们每一个徒儿都分担一点点，一人一点点就好，师徒同心啊，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对不对？要同心同德啊，同心才能够成为一个圆，同德才能够光明。因为我们是同抱一个希望，我们的根本呢是同扎一处地方，我们的目标都是一同，是一致的，都是希望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回老母娘的家，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好好记住这4000万，不要等到错失良机之后再来悔不当初。我们要为时不晚，千万别为时已晚，再来捶胸顿足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每天都在享受生命，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也每天都在失去它。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增加生命的长度，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去扩展它的宽度，努力增加它的深度，尽情发挥它的亮度了，是不是？因为只有在灿烂自己之后，才能够去照亮别人。唯有当下的解脱，无所挂碍，才能够活出自在的人生。那么最后呢，就祝福各位前贤都能够活出自在、无所挂碍的人生。那或许才疏学浅，今天就学习到这里。若有所过失与不足的地方，祈求上天慈悲赦罪，点传师以及各位前贤能够不吝慈悲，给予后学指正与教导。那么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法喜充满，谢谢。感谢理讲师慈悲，全道鞠躬，坤道鞠躬。各位掌声，谢谢。接下来这个时间是疑问解答。